機械人速遞第55個賽日，3月19號，跑馬地夜馬最新嘅飛數異動，截飛時間1735，開跑時間1835。上戰嘅入圍成績，重飛提供3匹，入圍1匹；落飛提供14，入圍8；回飛提供9，入圍7。重飛佔比嘅馬匹，第2場1號環宇風采，全飛拉動 5.14， 力度1；第6場7號同滿滿 6.38， 力度1。落飛佔比嘅馬匹，第1場8號威威父子，全飛拉動 1.3， 力度4；第2場2號年少多好 2.83， 力度4； 3號顏色之王 1.5， 力度4； 6號好多利高 0.41， 力度2； 7號英雄豪邁 0.01， 力度1；第3場1號電源之駒 2.48， 力度5； 2號快博 1.35， 力度4； 6號電信龍駒 0.45， 力度2； 8號飛王 0.81， 力度3；第5場2號赤馬雄風 1.27， 力度4；第5場9號卓越善風 1.78， 力度5；第7場2號升價 1.96， 力度4； 9號標之亮子 0.01， 力度1； 10號紅海勁 0.01， 力度1； 11號非凡豪傑 0.01， 力度1；第8場4號耀寶區 2.05， 力度5； 3號神希麗人 1.76， 力度5。回飛佔比嘅馬匹，第2場5號飛來閃耀，全飛拉動負 7.65， 力度4；第4場5號的愛好 2.19， 力度1； 10號電信驕陽 2.97， 力度2； 12號小刺蛋 3.07， 力度2；第6場4號聖萬金 1.99， 力度1；第8場9號多利彩居 2.74， 力度2； 11號金匯星星 1.8， 力度1；第9場5號美麗緣分 5.82， 力度2。冷馬系列突擊馬，第1場11號朗日雪風，飛佔比 6.44， 全飛拉動 0.64； 第2場4號當家精神，佔比 8.77， 拉動負 3.63； 第3場3號凝聚美麗，佔比 7.51， 拉動負 0.54； 9號勁進天下，佔比 8.19， 拉動負 2.53； 第4場7號上風泰，佔比 7.2， 拉動 1.29； 第5場2號赤馬雄風，佔比 8.2， 拉動 1.27； 7號滿多福，佔比 8.73， 拉動負 0.65； 第6場8號超強60，佔比 7.58， 拉動 1.46； 第7場5號有財有勢，佔比 7.36， 拉動負 0.19。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唔該晒。